港珠澳大橋喺2018年通車，配合2023年實施嘅港車北上計劃，促進咗粵港兩地交流融合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其實係明師嘅作品，由攞過建築界諾貝爾嘅2007年普立茲克獎得主理察羅傑斯嘅事務所參與建設。波浪形嘅天幕屋頂同人工島四面環海嘅自然景致互相融合。天幕組件喺其他地方預製，既可以加快施工時間，亦可以減少工人高空工作嘅風險。大樓嘅室內空間明亮寬敞，咁係因為採用咗樹形結構柱支撐，能夠減少室內結構支柱嘅運用，提升空間感。呢一度嘅通行路線簡潔清晰，能夠方便旅客快捷咁出入境過關。旅檢大樓亦蘊藏好多環保細節，例如引入自然光嘅天窗，以及海水製冷嘅冷氣系統等等。每年可以節省350萬度電，相當於2500公噸嘅二氧化碳排放。參見港珠澳大橋香港旅檢大樓嘅建築大師理察羅傑斯，代表作有1977年落成嘅巴黎龐比道藝術中心。作為建築界高科技派系嘅代表，佢以顛覆嘅手法，將隱藏喺建築內部嘅骨架結構同管線外露到建築物嘅出邊，透過強烈嘅色彩運用凸顯出嚟。大膽嘅設計一度俾巴黎人嫌棄，當年甚至有藝術家話寧願將畫作燒咗，都唔願意將自己嘅作品放喺入邊。雖然喺興建嘅過程飽受爭議，但龐比道中心落成之後嘅1年間，就吸引咗大約700萬人次來訪，比起巴黎鐵塔同羅浮宮更受歡迎。時至今日，依然係巴黎必到嘅旅遊地標。